综合部队。风台慢慢来接近台湾哦，也毋过目前乃至等个大出高雄大树的农民嘛，已经接到真侪订单咯。真烦恼讲风台会拍歹这个乃至，所以农民趁这几天好天哦，赶紧采收。一人搁一人的药荷包分配倒去笔机械内底，工作人员无用选购装鸭仔。每年产期大约2礼拜的药荷包，目前当是产季。已经接到袂少订单的高雄大树区农民，移到一透早无用采收包装，就惊风台嘛挖一来拍乱出货的规划。刚好今年的气候适合那个玉荷包的开花及那个早果，所以今年的产量比以往多大概30%左右啊。刚好进入采收期的时候，就遇到这个马洼台风来了哈。其实农民密切注意了哈。拆开外壳白色药荷包，看起来甜搁好食。因为今年高雄雨水少，药荷包甜度平均伫18到24度。目前产地计数每台斤大约100块。黄班长每天出动30个工人采收，犹原采收未了。采收期欠工严重，搁拄着风台，互农民真无奈。但会使挽偌济算偌济。啊，光采收都无讲嘛，我多啊，嘛正常安尼采收啊。一工头忙偌久啊？10几点钟呀？1点钟哦。毋过风台毋拿影响农民采收，嘛拍乱游客出游的计划。屏东垦丁南湾沙滩顶悬，透早已经插着红旗啊。虽然南台湾目前日头都真大，但随着风台愈来愈接近台湾，估计暗时也是拜二透早发布海上警报，提醒游客一定要注意天气，确保安全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屏东报道。